11月2日保持樂觀，其他的步驟可以讓大多數人保持清醒或以某種方式運作，但只有第11個步驟是可以讓我們繼續成長。心靈之語第240頁英文版。已經清醒的試走者發現對自己的生活保持樂觀並不困難，發現自己逐漸可以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做到最好而不是最壞，自然地就產生了樂觀的結果。伴隨住身體的逐步恢復，我走出了迷霧，有了清晰的視野，能夠更好地作出決定，去選擇哪條路來採取行動。與身體的恢復同樣重要的是，我通過培養自己靈性成長的意願，使自己服從在更大力量的指導，更好地挖掘出了自己的潛能。這種能力來自於學習和實踐康復計劃的原則。將身體的恢復和靈性上的清醒結合起來時，就會產生了一種更加積極向上的生活要素。